哇！今日海入面嘅食物真係多，我累，我吞。哈哈哈！食啊，食晒佢！我哋人類每年生產幾十億噸塑膠，我哋全部都唔回收，全部都俾你食，食啊！呢啲根本唔係磷蝦，我個胃入面全部都係塑膠垃圾，我根本消化唔到，我要死啦！大家望下，呢個真係好殘酷嘅現實。依流入海洋嘅塑膠，唔單止會令到鯨魚因為誤食而死亡，最後又會因為食物鏈嘅關係而翻去我哋人類嘅餐桌上面。唔單止影響咗我哋人類嘅健康，亦都危害咗海洋嘅生態。海洋咁大，咁多塑膠點清理啊？點樣先可以幫到我鯨魚大叔啊？咁面對呢個生態浩劫，我哋唔可以坐以待斃，必須要主動出擊。今日我哋 NYS 團隊會帶大家探討嘅就係鯨類淨能呢個 project。我呢個 project 利用咗最創新嘅科技力量去解決呢個生態浩劫。你哋有冇諗過鯨魚平時係點樣食磷蝦嘅咧？好似係鯨魚會吸一大啖水，跟住就過濾水入面嘅魚同埋磷蝦。但係啲磷蝦咁細隻，究竟係點濾出嚟㗎？咁個答案咧就係鯨鬚啦。咁鯨鬚咧係鬚鯨第一種產毛構造啦。係啦，指下啲嘢係一種獨特嘅產毛構造啦。咁樣過濾到0.5 mm 嘅微生物，咁做一個天然嘅篩咁樣咧，就可以篩走一啲海水同埋微生物嘅。咁我哋嘅呢個鯨類淨能嘅 project 咧，就係利用咗呢個原理。咁我哋就係以反覆多次嘅實驗啦，亦都係以唔同材質、唔同大細嘅一種產毛構造，去一個特定同埋多角度嘅方式咧，去交織成一個好似仿生鯨鬚咁嘅過濾系統。咁最犀嘅地方就係咧，我哋唔單止去微調咗呢個鯨鬚嘅角度啦，令到佢可以維持一個高水流同埋一個保持高效率嘅微塑膠收集效率。咁樣就可以解決翻啲傳統嘅濾網咧，因為有大型垃圾塞住咁嘅問題。哇！個過濾系統好勁喎，但係大海茫茫，隻仿生鯨魚點樣揾到啲塑膠垃圾啊？真鯨魚就有視覺同埋聲納系統，而我哋就為仿生鯨魚裝上咗一個 AI 智能識別海洋垃圾系統，配合埋無人機技術同埋實時鏡頭，咁樣就可以喺茫茫大海入面揾到啲垃圾啦。AI 聽落好似好深奧喎，你哋點做㗎？哈哈，其實係我哋請教咗一位喺大學讀 AI 嘅師兄，佢教咗我哋用而家最潮流嘅 Vibe coding 方式去編寫一個 AI 程式，跟住再嵌入去微型電腦 Raspberry Pi 入面，咁樣其實實際做落去都唔係想像中咁難。喺運作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配合埋無人機嘅技術，可以實現到大範圍嘅海面垃圾搜尋。同時配合埋船身嘅實時鏡頭，調節船身方向，咁樣就可以實現精準地收集海洋垃圾同埋微塑膠。不過無人機進行實時拍攝同埋坐標定位，我哋仲研究緊。仲有由於海洋垃圾嘅顏色又唔係咁明顯，所以我哋初步先用黃色鴨仔嚟進行 AI 深度學習同埋模型訓練。未來我哋會進一步擴充數據庫，去做一個可以真正識別到海洋垃圾嘅 AI 模型。咁我有個問題喎，我哋收集咗咁多海洋微塑膠之後，應該要點樣處置佢哋啊？如果又攞去焚燒或者堆填嘅話，咁咪又會產生二噁英嗰啲有害氣體，會污染環境喎。唔使驚，我哋諗到一個新方法，用微生物去分解。用微生物去分解有咩特別之處啊？呢個就係我哋嘅關鍵突破。日常塑膠好難降解，但我哋專程去咗聖母河採集污泥樣本。點解？因為聖母河平時有大量塑膠垃圾，我哋估計裏面一定存在具備分解塑膠能力嘅強大本土細菌。我哋嘅實驗數據顯示，呢啲本土細菌喺降解水壺同埋 PP 微波餐盒嗰陣，氫氣產量係最高嘅，連 PVC 膠管同 PET 膠樽都有好唔錯嘅成效。透過微生物分解，我哋唔單止消滅咗塑膠，仲可以將佢哋轉化為潔淨能源，氫氣真正咁實現轉廢為能。冇錯，我哋睇到雖然我哋降解出嚟嘅氫氣數量唔係好多啦，但我哋已經證實咗呢一個微生物分解塑膠嘅可行性啦。我哋目前只係中四學生，喺未來呢，我哋學習到基因編輯嘅技術之後呢，希望可以強化呢啲菌種降解塑膠能力，將產生氫氣嘅效率推到極致。咁總括而言啦，我哋鯨類淨能呢個 project咧，我哋先係參考咗鯨鬚嘅呢個結構，
再之後去研發出一個可以仿生鯨鬚過濾系統。第二，加入咗 AI 識別同埋無人機技術，實現咗科技海空聯動。最後配合微生物降解生物嘅技術，轉廢為能，將微塑膠轉廢為能。呢個方案既可以降低微塑膠對海洋生態影響，又可以降低對人類健康嘅影響，同時又轉廢為能喎，轉化成一啲綠色嘅潔淨能源。好，行喺中間，係啦。好，1、2、3。我哋嘅綠色能源夢想係將鯨類淨能發展成一個可以PowerPoint啊，PowerPoint。轉廢為能、可持續發展嘅生態模式。多謝大家。